怎麼還不來啊？尹姑娘，我就知道你肯定靠谱，一定会来的。不知道尹姑娘深夜找我来，所为何事？我没想到你还挺有本事的，宫里都有人。姑娘何出此言？哎呀，这事儿还得人家说破。我知道，肯定是你暗中打点，让小太监们照顾我，啊，送医、送饭、送药什么的，啊，还帮我作弊呢。啊，你看，我现在一点都不怕贵了，而且啊，它还有保暖功能呢。啊，尹姑娘，你找我来，想必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吧？哎呀，你看我一见到你我就说个没完，我都忘了正事儿了。我找你是想请你帮忙的。哦，不妨说出来。皇后娘娘让我操办皇上的寿宴，可是我这人生地不熟的，我连皇上的面都没见过，而且皇上什么喜好我也不知道。我这要是办不好，那可分分钟都是……我就想请你帮我出出主意，帮帮我，不然你下次见到我的地方，很可能就是刑场了。尹姑娘，事情没有那么复杂。当今圣上乃是明主，凡事都讲究节俭。你只需要记住一点，皇上乃是重情重义之人，喜欢闔家团圓，投其所好，必諸事順利。哦，團圓。哦，有了，獨孤，謝謝你，你真的很靠譜。那我就回去準備了，你也快回去休息吧，拜拜。當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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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。三弟四弟啊，二哥，二哥，免了免了。三弟，多日不见，我看你最近消瘦了不少啊，难道是灵齐王府的伙食不好吗？谁说的？三哥身体好着呢。啊，哎，对了，父皇的寿辰马上就要到了，我打算甄选搜集海內的珍寶，為他老人家獻上一份大禮。不知道二位兄弟有何高見？再厚的重禮，也不如大哥在世能讓父皇開心。三弟說的極是，可是事者已矣，還是要想辦法讓父皇別太傷心，免得傷了龍體。如今父皇和母後身邊就只剩我們兄弟三人，只有手足齊心，父皇才能安樂呀。冰塊，仙琪，你過來一下。二哥，未來的三嫂。哦，這就是老三要娶的人。對啊，怎麼樣，有意思吧？二哥，人家二人說悄悄話，我們喝酒去。哦，走啊。好。仙琪，你過來。什麼事？冰塊臉，你把阿廣弄進宮來。不可，朝堂聖地豈是閒雜人等想來就來的？為什麼呀？這好歹也是你家呀，弄個人進來有什麼難的？哦，你是怕我跟阿廣跑了？拜託，這裡的守衛比你家還要多，怎麼跑啊？再說了，我讓阿廣進來是真的有事兒。那你先說何事，我再考慮能不能答應。還不是你的母後讓我操辦你父皇的壽宴，所以我只能請阿廣進來幫忙了。母後讓你操辦壽宴？此事萬萬不可。我現在就去找母後，讓她另作人選。喂，為什麼不行？不行就是不行。為什麼不行？我偏要做給你看。
既然這樣，我就讓阿广进宫幫你。如若還有其他困難，你就告訴邱公公，讓他來告知我便可。秦柔，阿广，哇，这皇宫果然是不一样啊，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。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皇后娘娘逼我操办皇上的寿宴，你说这皇上刚没了一个儿子，又是太子，听说皇上的脾气暴躁的不得了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这么难搞？哎，你这不是害我吗？我想来想去，只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而且还得你帮我。知道我的重要性了吧？说吧。你觉得咱们拍场戏怎么样？拍戏？就是皇上现在思念太子成疾，想让他高興的話，辦法只有一個。哼，什麼辦法？那也不能讓那個大皇子活過來。你不會是……哎，不行，我連那大皇子見都沒見過，你讓我怎麼畫呀？沒關係，我已經托邱公公從皇後那兒偷來一幅大皇子的像。邱公公說了，你和他的身形差不了太多。這就算畫得再像，這近看還是會穿幫的。這個我也替你想好了。等到皇上生日的那天晚上，我單獨叫他進房間，趁着月光朦朦朧朧，你只需告訴他，我過得很好，我已經投胎轉世，請不要再牽掛我。合着你還是讓我演個鬼？虧你想得出來，尹晴柔。阿廣，我這不是為咱倆着想嗎？只有保住命了，才能想辦法回家呀。可是還有個問題。你怎麼又有問題啊？就是我特效化妝的那些家伙事兒，全都在那個工具箱裡。就是我們找孔雙雙的時候，我背的那個。哎，就是我特別貴的那個。哦，我想起來了，穿越的時候不知道哪兒去了。哎，你說會不會掉在我們穿越過來的那個地方啊？來的時候我的確是帶着的，我覺得應該在那兒，沒錯的。